讲到这少年族群的自杀率，逐年拢伫咧增加。卫福部宣布，对8月1日开始，要推出15岁到30岁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会补助一个人3届心理咨商服务，鼓励少年人就爱对外讨救兵，协助因逃放这个心肝头压力，也有负面的情绪。台中一个高级学生疑似因为长期伫学校互师长霸凌，今年2月选择自杀身亡，震惊社会。为避免同款的案件搁发生，搁鼓励青少年勇敢求助。卫福部开先例，为8月1日开始推出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对象是15到30岁少年族群，每人用得到3摆免费心理咨商服务，有过一年差不多18000人来受惠。光是学校的系统不足以来处理这个因为我们的年轻朋友们碰到了这些心理相关的问题的话除了就是可能是同侪，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在学业上面，也可能是在情感方面，还有社会的一些压力。根据2016到2011年健保就医资料显示，15到30岁少年族群有精神科相关诊断的人，为22万1000人成长到19万2000人，整体成长率是47%。另外，少年族群卡安心专线原因，其中忧郁倾向、家庭甲经济困扰这问题占7成。3次的咨商呢，它事实上它是短的没有错，但是它是给人一个机会，让人可以把他内心的困扰跟他痛苦的地方的事情他有机会可以有一个诉说，然后去发现有一些可能可以寻求进一步或者是解决的可能。专家强调，少年族群的忧郁症常常被打抗压性伤过歹，或者是只是叛逆期的标签，错失自伤甲第一时间治疗的好机会。希望透过这个方案，及时推出高风险个案来预防处理，建立更加完善心理健康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